期六問責。咁啊，今年1月咧，留意到即係委員會啊，湯主席你哋嗰邊咧委託咗港大做個調查啦。咁啊，顯示咧都有90%嘅受訪者咧去支持擴大個禁煙區，去到更加多室外嘅公共空間。咁亦都有好大部分嘅人咧係支持去禁止俗稱火車頭，即係一路行一路食煙呢啲行為啦。譬如先講嗰個即係禁煙區方面啊，建議有啲咩地方可以即係建議政府新增納入埋法定嘅禁煙區咧？其實我哋委員會嘅調查裏面咧，大概有98%嘅市民咧都係支持政府係不斷擴大呢個禁煙區嘅。咁我哋委員會一直咧都係倡議咧，希望咧喺人多稠密咧，尤其是小朋友、家庭長者比較多出現嘅地方咧都盡量加大或為呢一個禁煙區嘅。咁其中一個我哋好想做到嘅咧包括我自己都係一個來自教育界嘅人士咧，就其實香港學校嘅建築咧，就係以學校村嘅形式嘅，好多地區都係，即係成條街咧，可能咧左邊係小學，跟住右邊係中學，跟住再前面咧就係幼稚園，咁可能成100米咧都係學校嚟嘅。咁其實即係而家學校門外3米已經劃為禁煙區啦，但係如果成條街或者成100米咧都係學校嚟嘅話咧，其實將個禁煙區咧擴大到呢一啲地方嘅話咧，其實係一個非常之好嘅做法嚟嘅，包括保護家長咧、老師啦同埋小朋友嘅。除此以外咧，我哋都覺得咧人多稠密，尤其是喺假日咧，我哋會見到一啲行人專用區咧，啲行人專用區咧有陣時又會慈善團體咧係同政府咧借咗嚟做一啲嘉年華會做一啲家庭樂嘅地方咁而呢一啲戶外嘅地方咧其實咧喺適當嘅時間咧將佢劃為呢一個禁煙區咧亦我哋覺得亦都係適當嘅。咁我哋會繼續向呢一個政府咧，繼續向立法會係倡議，希望呢個禁煙區可以不斷擴大。咁呢一個火車頭行為咧，其實都係我哋委員會同埋我自己接觸過嘅立法會議員啦、區議員咧，其中一個收到最多關於吸煙引申嘅問題，因為二手煙咧影響小朋友腦部發展啦，亦吸咗二手煙嘅人咧有陣時避無可避咧，吸得太多咧，又會生癌症生病對哮喘嘅人嘅影響就更加之大，會令到佢哮喘發作咁樣。咁但係我哋亦都了解咧，其實喺如果要完全禁止火車頭嗰方面喺執法立法嗰方面咧，可能都需要一啲時間去到考慮點樣去到立法執法。咁所以咧，其實擴大禁煙區咧，都係一個有效阻止火車頭行為嘅一個方法嚟嘅。林文聰醫生，你又點回應咧？執法上有冇困難咧？特別頭先提到擴大個區域，同埋有啲大型活動，咁嗰啲可能有啲家庭，包括小朋友噶嘛，會唔會第一問政府有冇咁權力去做？有權力係點樣行使？有冇挑戰性？其實咧喺眾多嘅控煙措施當中咧，我哋其中一項好重要嘅就係保護公眾免受二手煙嗰個危害。而達到呢個目的咧，我哋一直都係透過劃定禁煙區同埋不斷去增加啲禁煙區。其實我哋睇翻過去歷史，我哋其實不停去增加緊，亦都啱喺1月1號我哋都增加咗一啲新嘅控煙措施啦，即係禁煙區啦，包括喺啲幼兒中心學校醫院診所門口3米範圍都唔可以食煙咁樣。咁其實嗰個目標都係希望會繼續擴展嘅，將來亦都唔會排除，或者係我哋其實都會積極去繼續考慮其他有需要嘅地方，會繼續去擴展呢啲禁煙區。咁亦都喺去年嘅嗰個2025控煙法例修訂條例當中，亦都賦予權力啦，可以俾醫務生局局長啦，可以透過刊憲就去訂立一啲嘅一啲叫所謂一啲禁煙區啦，一個大範圍禁煙區啦，就正就係好似頭先主席提到嘅一啲情景啦。咁所以各種增加禁煙區嘅方法咧，我哋都會積極考慮嘅。